深水埗嘅樓盤種類繁多，其實要揾一啲小型嘅別緻單位咧，都有好多選擇㗎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嘅咧，就係喺九龍核心地段深水埗汝州街嘅單位 Kings Cube。Kings Cube 步行至地鐵站只需要5分鐘嘅路程，附近亦有多條小巴士、巴士線，方便通往香港嘅唔同地區，可以講得上係位置優越、四通八達。Kings Cube 附近有深水埗電腦廣場，住客可以隨時購買最新嘅電腦產品。區內有北河街市政大樓，住客可以享用大樓裏面嘅康樂設施。而多元化購物大街，除咗商店林立，住客亦都可以品嚐到各種地道美食。附近更加有西九龍中心，可以俾住客消閒購物。住客亦都可以到附近多個休憩處，享受喺忙碌城市入邊嘅綠色空間。了解咗 Kings Cube 嘅基本資料後，我哋而家不如一齊去參觀一個示範單位啊！ Kings Cube 係位於宇宙大廈嘅其中一個單位，而為咗切合市場嘅需要，宇宙大廈好有機會改名成為宇宙半島。呢度嘅住客都穿着禮服為主，盡顯其顯客嘅身份。電梯以懷舊設計為主題，適合所有追求品味生活嘅住客。Kings Cube 嘅單位種類繁多，分別有單人單位、雙人單位，甚至係供多人住嘅單位都有。有一部分更加係設有獨立冷氣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去睇一個面積係16.4平方尺嘅單人單位。單位門前設有掛簾，住客可以隨意將掛簾拉落嚟，私隱度極高。地板則係採用仿歐洲木物料造成，高貴耐用。房間四正嘅設計非常方便家私擺放，冇走廊位、冇柱位，實用率高達100%。相比起其他同區嘅單位，實屬罕見。室內放置咗唔少當代藝術家嘅作品，盡顯文化氣息，亦有唔少品味擺設，簡約優雅。白色牆壁增添室內嘅空間感。室內亦有綠化空間，綠化比例比一般市區仲高。房間設有獨立冷氣，另一個特色就係有全天候4季大窗，住客可以一邊品嚐紅酒，一邊欣賞4季嘅不同景色。住客於室內可以連接個人申請嘅無線網絡，一邊欣賞電視節目，一邊上網，極度適合忙碌嘅香港人生活。窗台採用咗國際頂級嘅用料造成，為善用室內空間，窗台更加係使用延伸式設計，延伸成為台面之用。而為咗保持房間嘅清潔，洗手間係設於房間外面嘅共用空間，方便住客使用。剛才嘅單位只屬參考，
到真正租用嘅時候呢，我哋會以呢一個單位嚟到去作準嘅。